美國最高法院喺星期三以7-2嘅投票結果，維持拜登時期針對幽靈槍嘅管制政策。呢啲槍支大多無法追蹤，可以通過套件自行組裝。該法規要求製造商需要喺相關套件加上序列號，並對購買者進行背景調查同年齡驗證。喺執法機構警告呢啲套件喺市場上日益流行，且被用於實施暴力犯罪後，拜登政府喺2022年制定呢項政策，旨在收緊對槍支套件嘅獲取渠道。有倡導團體稱，幽靈槍係國內增長最快嘅槍支安全問題。自2017年以嚟，從犯罪現場繳獲嘅幽靈槍數量增加咗超過1000%。今年2月，總統特朗普曾經下令審查拜登時期嘅槍支管制政策，審查過程可能會破壞或推翻現有嘅監管規定。呢個促使大法官對幽靈槍法規進行裁決。呢一個判決標誌住最高法院嘅立場改變。最高法院中保守派佔絕大多數，而佢哋對槍支管制基本上持懷疑態度。然而，有槍支權利團體對該規定提出質疑，認為政府喺管制呢啲套件方面越權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